大家好啊，我係 KJ 海基嘅 Tommy。咁喺6月份咧 ，FOMC 會議就啱啱完結啦。咁咧會後咧就繼續聲明咧維持利率不變。而6月份嘅點陣圖咧，亦都反映咗啦唔同官員啦對於經濟預測啊、通脹啊，大家嘅前景睇法咧都有所唔同。咁今日呢條片咧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啦，點陣圖啦背後咧帶俾我哋嘅啟示嘅。咁我哋先講咗一啲經濟數據啦，同埋預測嘅調整先。咁我哋先講咗經濟增長先啦。咁2025年咧，FOMC 嘅官員咧預估咧按年增長咧係由 1.7 啦，下收去到 1.4 嘅。咁亦都反映咗啦經濟嘅動能啦，比之前預估咧係轉弱嘅。咁中間嘅分別咧，佢哋認為咧就係關稅嘅影響啦，為市場帶來不確定性。咁而失業率咧，亦都由 4.4% 啦上收去到 4.5% 啦。咁而核心通脹啦，亦都由 2.8% 啦明顯咧上升去到 3.1%。咁亦都顯示咗啦，通脹壓力咧都幾頑固。咁我哋結合咗經濟增長下調，咁同埋通脹咧會上調兩樣嘢咧，咁反映咗啦FOMC 嘅官員啦，對於未來嘅美國經濟咧可能會出現滯脹嘅風險咧係越來越高。好啦，咁跟住我哋就直接去睇呢個利率點陣圖啦。咁喺6月份咧，啱啱所講啦，FOMC 嘅委員咧就決定咧繼續維持利率不變啦。而預期咧今年咧依舊咧都係減50點息嘅，咁即係減2次息。咁而當中嘅變化咧就係今次有8個官員咧係同意減50點，咁有7個官員咧係預期咧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剩得2個咧係傾向減1次，即係減25點嘅啫。咁分歧咧係個主因就因為咧唔同嘅官員咧對於通脹嘅前景睇法不一啊。咁整體嚟講咧，支持減息2次嘅人咧有10個啦，支持1次咧就有9個人嘅。咁所以啦你會見到啦，今次就落咗喺中位數落咗喺50點嗰度啦。咁但係咧個分佈係十分之分散。咁其實都反映咗啦個政策路線咧係唔確定啦。大部分嘅官員啦都對於關稅嘅出現對帶來呢個美國經濟嘅通脹壓力咧係存在一個幾大嘅分歧啦。咁展望2026年啦，咁中位數咧其實係反映咗只係會減1次息嘅啫，咁25點，咁明顯咧係低過市場啦之前嘅預期。如果咧FOMC 係真係跟咗個點陣圖行咧，2026年咧隨時減息嘅幅度咧係仲少過2025年添。咁而官員嘅意見咧係同樣咧都係十分之分散嘅。咁而且咧其實今次咧中位數落去減25點咧，即係咁啱落到呢個門檻度嘅啫。咁其實咧大家嘅睇法咧都係差異非常之大嘅。咁意味住咧其實咧之後咧調整嘅空間咧係十分之大，咁可能又會減翻50點，或者甚至咧唔減都唔出奇。咁係再次反映咗啦，去到2026年咧，聯儲嘅官員咧都係睇唔透啦，之後通脹嘅走勢咧會係點樣嘅。咁所以啦，今次咧減息嘅步伐啦看似相同啦，同之前一樣咧都係維持喺今年減50點嘅位置。咁但係咧從點陣圖咧可以睇到咧官員對於利率嘅走勢咧係越來越唔明確啊！咁因為咧經濟嘅前景唔明朗啦，佢哋都唔知道究竟係要減通脹，定抑或咧係要推高翻個經濟增長。佢哋咧就存在咗呢個咁嘅困境入邊嘅。咁我哋之後咧就需要觀察一下啦，喺美國公布嘅軟數據同埋硬數據咧兩者嘅分歧咧會唔會開始收近翻？咁去令到咧一個 big picture 啦，一個 full picture 咧，會去俾到呢個政策制定者去見到，咁從而咧制定翻一個比較明確啲嘅貨幣路線圖啦。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